得撒洛尼前書，天主嘅旨意就係要你哋成聖。方濟弟子夏志誠主教與你暢談方濟精神，助我哋修德成聖。上一次咧，我哋講到方濟去中東同回教嘅軍隊咧宣講和平。佢一去咧去咗1年咁長嘅時間，因為當時咧即係唔係好似而家咁啦，交通咁方便啊嘛，坐飛機咁啊都唔使1日就到啦。咁但係當時唔係吓，又要等嗰啲船啊，又要等嗰啲風嘅風向啊等等吓。喺呢1年裏邊咧，修會起咗好大嘅變化啊，因為甚至咧有啲兄弟傳翻嚟咧話啊，方濟咧可能即係過身啊，死咗啊，唔翻得嚟啦咁樣吓。咁啊，當佢咧翻到意大利嘅時候，佢發覺咧，哇，修會起咗好大變化。特別咧就係佢離開嘅時候，佢係委任咗2個兄弟啊，當然係比較有學識啲噶啦吓。委任咗2個兄弟咧，就代佢管理呢個修會團體。但係咧，佢因為成年唔喺度啊，咁長嘅時間咧。呢個團體咧就開始好多嘅訴求啊，比較多人就覺得呢個團體太多人啦吓，個精神咧好鬆散啊，我哋咧又好似冇乜組織啊，不如我哋學下某啲修會嘅做法啦吓，不如咧我哋建立一啲嘅法律嘅制度啦吓，多啲嘅要求啦啊，甚至咧有啲話我哋咧要好似其他修會咁樣星期幾啊我哋要守齋打苦鞭啊咁樣啊。方濟一翻嚟咧，即係知道咗咁樣之後咧。佢即刻咧就係體會到，呢個唔係我嘅即係諗法啦，唔同我嘅精神啊，同我咧喺耶穌嗰度得到建立我呢個修會團體嘅呢個召叫咧係唔一樣嘅啊。於是咧佢去喺教廷嗰度喺教宗度咧得到嘅即係支持啦，就邀請咗一位嘅樞機作為咧修會嘅保護者同埋監督者，就同佢一齊咧就改革翻呢個修會。咁啊！但係喺佢重整咗修會之後咧，佢做咗一個嘅行動啊，係出人意表嘅，就係佢辭去咗總會長嘅職務。當然啦，喺之前咧，佢創立呢個團體，咁好自然咧，順理成章佢做咗總會長。不過喺佢由中東翻嚟重整咗呢個修會團體之後咧，或者可能咧，即係佢發覺咧，呢個團體可能太大啦而家咧唔係佢可以能力可以去即係管理嘅。因為我哋都可以明白咧，方濟呢個人咧，佢係比較神恩性啲吓，對於管理呢啲嘅重責咧，即係唔係佢嘅向往啊。不過咧，佢更加希望做到嘅係乜嘢咧？就係佢辭任總會長之後咧，佢對兄弟話咧，佢話從今以後咧，我唔願意用權威嚟到教導你哋，我更加希望咧用我個榜樣嚟到教導你哋，要。咁樣離開自己嘅一個修會團體唔再直接參與呢個管理嘅工作咧唔再直接咧去指導呢一班願意跟隨自己嘅人咧，其實係好唔容易就好似一個媽媽咧要離開自己養育成人嘅仔女一樣真係好困難。喺呢度咧，我哋都睇到方濟嘅割捨啦，亦都睇到咧佢同時咧都係對兄弟嘅愛護。願意用佢嘅榜樣嚟到教導佢哋。方濟係真係一個聖人，不過希望為我哋嚟講咧，佢更加係一位有血有肉嘅聖人。記得聖保祿曾經喺得撒洛尼前書2章7節咁樣講呢句說話，佢話：我們在你們中成了慈祥的，像撫育自己孩子的母親。願意我哋都能夠咧有呢個如同父親母親嘅情懷嚟到將呢份嘅信仰同更多人分享。願天主嘅生命咧嚟到滋養我哋旁邊所有嘅兄弟姊妹。